你看，你看，西南气流比较旺盛，下雨多，后壁地区你看淹水，淹水，你看，你看，你连这边那个水沟都满出来，你看连那个啊稻田里面那个稻草的稻杆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都漂浮在这个水沟上方了，你看，然后等消退以后就没有排出去的，就停留在那个水沟岸里面。它这种装水的，你看装水的水桶被飘走了两个。去年好像损失了2个，是去年还是前年？那今年又少了2个，你看，要用绳子铜筋绳绑那个颈部那边，再跟那个香蕉树干绑在一起。那个水位一上升哦，它桶子会漂浮啊，所以要有绳子绑住哦。